大家，我係 Polly 啊！如果你喺澳洲生活咗一段時間，你一定會發現一樣嘢，澳洲人真係無時無刻都可以 BBQ， 生日有 BBQ， 朋友聚會有 BBQ， 過時過節又 BBQ， 連搬屋、睇波、聖誕節都可以拎個 BBQ 爐出嚟嘅。咁一開始咧，香港人通常會覺得又 BBQ 唔悶嘅咩？但慢慢你就會發現 BBQ 對澳洲人嚟講咧，唔單止咧只係煮嘢食，而係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態度。咁今日咧就會同你深入講下點解 BBQ 會變成澳洲嘅國民活動。第一一切都係由生存開始，早期嘅移民同埋農場嘅文化。澳洲最初咧係一個好年輕嘅國家啦，早期移民大多數咧係偏遠地方啦。農場啦、荒野，咁嗰陣時咧冇餐廳、冇外賣、冇便利店嘅，最實際嘅煮食方法咧就係生火、燒肉同埋食啦。咁牛啦、羊啦、豬啦，全部都係就地取材嘅。咁 BBQ 咧就成為咗最快、最有效率嘅方法。慢慢咧 BBQ 咧就由求生嘅技能啦，變成日常嘅習慣。第二澳洲天氣好到唔 BBQ 真係浪費。另一個超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澳洲天氣真係太好啦。咁一年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晴天啦，就算冬天好多城市咧都可以戶外活動嘅。咁相比起喺廚房焗到成身汗啦，澳洲人更加中意拎張凳出去後花園開個 BBQ 爐。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公園有免費嘅 BBQ 啦，沙灘有 BBQ 啦，連租屋廣告咧都會 advertise BBQ area 嘅。第三就係 BBQ 唔係食飯，而係社交儀式。對澳洲人嚟講咧 ，BBQ 本質係一個社交理由，唔使好正式嘅，唔使有個 host 咧煮晒所有嘢，每人帶少少嘢食啦，例如腸仔牛扒、沙律、飲品。咁大家咧圍住個 BBQ 爐，慢慢傾偈、飲啤酒、放鬆。咁呢種 casual 嘅社交咧，正正就係澳洲文化最核心嘅一部分啦。第四BBQ 同海灘文化係連體嬰，係個 twins。咁澳洲咧就被海包圍嘅國家啦，沙灘文化極重，游完水、曬完太陽，最自然嘅下一步咧就係 BBQ 啦。咁所以咧 BBQ 同夏天啦、沙灘啦、啤酒、拖鞋全部都連埋一齊嘅。第五咁點解連聖誕節都 BBQ？ 咁香港聖誕節咧又凍，咁我哋通常都留喺室內啦，又或者食火雞，或者出去食個 fine dine 嘅。咁澳洲聖誕節咧就30至40度啊，咁所以咧與其焗火雞，不如去後花園 BBQ， 燒下海鮮、燒下蝦、燒下牛扒、飲下凍啤酒。咁呢個畫面咧就係最 local、最地道嘅 Aussie Christmas 啊！不過之前嗰條片咧都有講過咧，澳洲人係點樣過聖誕，記得睇翻嗰條片啊！第六就係 BBQ 反映澳洲人嘅價值觀。BBQ 背後咧其實反映咗澳洲人好重視嘅價值，例如平等啦、冇 hierarchy、輕鬆啦、唔中意太荒謬、社群啦、分享 sharing 嘅一班人 ，work-life balance。咁冇邊個話係主角啊，冇人一定要 serve 邊一個人，每人都係帶自己嘅嘢食去啦，同大家 share。咁呢種文化咧同香港係有少少唔同嘅。咁香港咧就比較中意一個 host 煮晒所有嘢，然後邀請朋友屋企人去食飯。咁呢度唔係嘅，每一個人都會帶啲嘢食去 share 嘅。第七香港人點解一開始唔習慣？啱啱講過啦，香港人習慣主人煮晒啲嘢食啦，要好豐富，要煮得好好睇先會去招待朋友嘅。咁但係咧澳洲 BBQ 咧勝在其實係氣氛啦，勝在一齊啦同埋放鬆啦。咁一開始咧都好隨便好 casual 嘅。但慢慢咧就會明白呢種 casual 其實係非常之自由嘅。咁所以總括而言澳洲人中意 BBQ 其實唔係因為懶啦，而係因為佢哋好清楚人生唔係只係做嘢。BBQ 咧代表嘅係一種懂得享受現在。BBQ 代表嘅係一種懂得享受當下嘅生活方式。如果你喺澳洲未試過一次正式嘅 Aussie BBQ 咧，咁真係等於未完全融入呢個地方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下次有機會，記得 join 個 BBQ啊！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澳洲文化深度分享，就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